走進亞洲站就好似去到 Asia， 有晒日本、泰國、韓國、台灣、香港嘅特色美食，更有開放式廚房、淨水系統、自製拉麵不含防腐劑，所有茶底4小時更換一次，新鮮食出健康，風味食出風情，環境優雅，浪漫情懷，盡情享受亞洲風味，梗係亞洲站啦！洲站就像来到 Asia， 竟有日本、泰国、韩国、台湾、香港的特色美食，更有开放式厨房、全面净水、自制拉面不含防腐剂，所有茶底4小时更换一次，新鲜吃出健康，风味吃出风情，环境优雅，浪漫情怀，尽情享受亚洲风味，当然亚洲站。